哇！羅浮山後花園黃河鎮又開多一家民宿，背靠白馬山，面向羅浮山，每日都可以睇到日落羅浮，與墟鎮隔河相望。民宿由沙上橋路口直入200米，入門就係一個大草坪。民宿有大片戶外活動空間，仲有免費釣魚場，河邊仲有騎行道。民宿位於沙上村七甲小組，民宿大堂、大廳休息區、棋牌室、豪華單人房，可望羅浮山日落；豪華雙人房，民宿配有電梯，樓梯也裝修豪華。最後上嚟樓頂睇下日落，係咪好靚呢？